英文所讲，心心灵拢得到勇健。耶和华上帝做阮随时的帮衬，是阮的力量，也是阮的诗歌，是阮的祝福，是阮的恩赐。做阮我靠你，心就无有惊吓；阮我靠你，心就定着；阮我靠你，当赢过这世界对阮的攻击。伫主你的内面，你予阮恩上加恩，你予阮打破受得的一切营垒，予阮进入上帝你的圣洁、你的安息，伫你的祝福内面，这是阳光的日子。伫你稳定的恩赐内面，予阮甲你同享荣耀。主，愿一切阳光拢归予你。你继续来恩赐阮，主来鼓励兄弟姊妹，伫这个时阵，搁再一届进入伫上帝你的应允甲疼痛，当阮照做你的所应允，伫这个日子分别为圣，进入到上帝你的殿中，瞻仰你荣耀的面。主，阮祈祷，阮感谢你的疼痛，搁再一届诚恳邀请，亲爱主圣灵来运行伫阮当中，搁伫主你的疼内面。主啊，互阮三甲同心，伫主的殿中敬拜，孝顺你的恩典，修正阮的活命，互阮会通结果子愈多，互阮伫空闲的日子，因为有你的话语，阮得受栽种，并且结果子无煞。感谢主，将阳光归予你。感谢主，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伫主的面前，感谢伊的疼痛，这是稳定的日子。耶和华上帝应允讲，因为伊专心仰望我，我伫伊患难的日子，就要做伊的力量，做伊的盾牌。所以咱感谢伫主的面前。接续咱也特别要来伫主的面前祈祷，为着咱教会会当三甲做伙。来处理南部教区儿童营的这个事工事项。最近的时阵，牧师也和过去咱伫台东土板长老教会个所在，有甲因三甲做伙，同齐伫遐个所在来引带这儿童夏令营。那么因的牧师呢，陈开金牧师，即马刷去伫屏东和平顺利会。那么伫当中呢，伊一日牧师有一个感动，我就甲伊敲电话甲伊讲，了后伊甲我讲一个代志，讲牧师说说恁年度若有咧计划事工的时阵，是毋是我来当甲阮屏东和平顺利会的夏令营，我来当甲伊计划入去。我想上帝伫咱当中开路。牧师讲这个代志是要甲各位报告一个代志，咱安乐新教会要成做正教会的祝福。所以我昨的时阵和一寡年长者伫遐分享，有人就讲牧师咱是拢要招少年仔去，我就甲伊讲无呢，我即届想要招一寡较有血人做伙来呢。了，英文这就甲我讲，有啊，咱有一年的时阵，咱都有去啊。我就讲有吗？尾啊，伊就讲有啊。云林县的圳头坑，咱有去。我迄阵仔才想到，迄一届去的时阵，差不多全部拢总相亲啊。除了牧师迄阵仔还未60岁以外，甲生出来拢总相亲。这是一个恩典。圣经内底讲啥？伫年老的时阵，有缘栽伫耶和华的溪水边。并且伊的叶青翠，伊安怎结果子袂煞。所以咱也为着这个代志祈祷，上帝若是欢喜，互咱会通三甲做伙，也会当搁再一届来帮衬这教会较弱势的教会，因的人数欠缺，因的经济欠缺，总是求主帮衬咱，互咱会通对着咱领受上帝丰盛恩典开始。咱伫主的面前，真做一个会晓疼惜照顾的教会，就亲像上帝疼惜照顾咱同款。所以咱搁再一届来为着教会，真做一个疼的教会，
个祈祷的教会，一个宣教传福音的教会祈祷。咱来为着暑假将近要到，全国各教会拢有真侪下遮的事工咧推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咱安乐圣教会要真做得胜的教会其中的一个，并且咱要伫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众教会，会当为主赢到这个世代的青年少年，互因会当有一个对上帝来的活命人生的祝福意义甲理念，互因的日子行伫耶和华的真理内底，得阳光甲上帝同行，祝福这个世代。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主，是上帝。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感谢，因为你起初的时阵就已经赐阮伫安乐圣教会，安乐圣教会成做一个听的教会，对上帝你来领受听，对上帝来领受恩典。主，阮为了这来感谢你的听堂和祝福。主，阮又搁伫你的面前讲，是你的丰盛恩典。主比怜悯享受伫安乐圣教会，安乐圣教会通诚侪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主不但是伫内面聚会，主照你的话所讲，带着正兄弟姊妹，同齐往着教会的门出去，去到万民当中，诚侪正人的祝福。不但是诚侪个人的祝福，更加是诚侪教会的祝福。耶和华上帝，毋是互阮会干那伫迄个所在做一寡遮的工课，一寡遮的教育的工课，就乃是做这个活命影响的工作。唯独你，唯独你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主愿你伫阮当中亲自成就，保守照顾，互阮会通三甲做伙。同齐伫主你的内面，无论是少年，无论是壮年，无论是年长，主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做伙伫当中来甲遮细囝，为着主你的恩典的缘故，为着主你听从你的名荣耀的缘故，主来路永远，路永远伫这个年长的日子。有缘乎上帝你所路用，互阮伫主的听内面，主照你的应允所讲，亲像老鹰拉叶，展翅飞悬。主互阮伫年老的日子，有缘受你听从；伫年长的日子，有缘会当结果子无煞，树棵满了浆汁，互阮的叶青翠，有缘发旺伫耶和华的殿中。你是主。你安怎讲，你就会安怎成就。你是上帝，伫你无有难成的代志。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建基兄来报告。看到我的骹咧摆咧摆，因为我著这骹小可怪着紧仔咧吼，但即边拢较袂好啊，足奇怪吼。无要紧啊，但是呢，我著逐日安尼，逐日对我生活遐要去福建，拢会经过迄个芒果大道，吼，啊路边啊咧捡足侪山影，等下遐我有差不多1-20粒吼。啊，大家爱享受一下，吼，这上世上帝赏赐的上水、上好、上好食，吼，好感谢你，吼。啊，我下面来做消息报告。今仔日少会传道要去中明圣教会正道，啊，请为牧者的侍奉甲出入平安大道。第二，6月25拜二上午9点。彩虹爱家伫即个本会要举办25周年的感恩大会，啊，本会有一位的迄个彩虹妈妈受奖，
愿上帝赐福纪念，并请兄姐继续为彩虹的事工来大道关心。第三，本会圣乐培训发表会要伫即个6月30礼拜日的暗暝7点半来举行。有提琴，有吉他，木箱鼓，即个敬邀兄姐来参加，互厝内人，甲厝内人加油鼓励。若是有其他厝内人甲即个个人有意愿要来参加发表的兄姐，咱嘛请向牧师娘来报名。第四，7月28礼拜日的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即个台南圣教会要举行台南400年教区大团圆的感恩礼拜。会后要去即个新田日本料理遐自餐，餐费一人200块，其他由教会甲教区来补助。敬邀兄姐踊跃来参加，请到即个招待桌登记缴费。咱目标希望100个，即马目前报名剩80个，赶紧哦，吼！以上敢有补充？若无，咱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咱向咱倒边正边的兄弟，咱用真欢喜的心，我们的脸上要有笑容，跟他们说，爱甲因讲，我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我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阿门。主耶稣真正好，阿门，阿门，感谢主哈。主耶稣真正好，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用欢喜的心，要来敬拜伊，要来学乐伊。这是咱为咱的这位起立，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伊配得一切敬拜甲荣耀。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万万恶你名里，耶和华你之大，就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切脱，对一代到一代，恶乐你大作为，何用你大权能的高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万万恶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恶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恶乐你名里。耶和华你之大，就受大恶乐，你的大。用你大权能的高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恶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恶乐你名里。耶和华你之大，就受大。用你大权连的高。
的心，来到做面前，来学了咱的上帝。伊是咱的士官，伊是咱的拯救，伊是咱的快乐，伊享受各样的稳定，甲咱同在。伊是配得一切敬拜甲学了的上帝，伊是永永远远伫地的上帝。这是咱开声来学了，来感谢咱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主啊，你本伟大，本受极大的乐。主啊，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主你是全地主，全地拢要来学乐，来感谢你。主啊，阮受创造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你至大就大学乐的事，主啊，阮要知影，对这代到迄代，拢要来学乐你的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伫到万世代。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你伫你有这个圣业。这的大作为，主啊，是阮会当来看到的，是阮会当来感受到的。主啊，为以色列为旧约一直到新约，上帝阮所看到上帝你的这个大能，你的手骨引带带领以色列人安怎为这个埃及出埃及顶到旷野，进到迦南迄个美地，主啊，阮就知影，上帝，你的大权能，你的大作为，你要应允你所成就，关乎阮一切代志，无论是阮个人、阮的家庭、阮的教会、国家、城市，上帝，阮拢知影，你要为阮来备办，为阮来成就，阮要感谢，阮要来学了你的名，哈利路亚。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耶和华你至大着受大阿乐，你的大无法切落，对这代到迄代阿乐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去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耶和华你至大着受大阿乐。大无法切落，对这代到迄代，学了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天到万世代。耶和华你至大着受大学乐，你的大无法切落，对这代到迄代，学了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我要永永远远阿乐你名你。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荣光拢归予咱的上帝，伊实在是伟大的上帝。哈利路亚！请坐。主，你是阮的上帝，阮的王，你配得一切学乐甲感谢。比你有大权能，有大权柄，你是信实的上帝。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予你来引带，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的心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我的灵
主你帮助阮，有时阮无法度安静伫你的内面，阮的灵也无法度好来听候你的声。主你赦免阮，有时阮走伫头前，有时阮以阮家己的方法、阮家己的经验来处理代志，结果是，互阮家己感觉真正愁烦、痛苦。主，即时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讲，阮免放了阮家己，互你来引带，因为上帝你的引带是上水的，是上适合阮的。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我的招盘，你是无改变的上帝。上帝，你对阮的疼是一直到永远的。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倚靠你，感谢你，用你慈爱的圣手，看阮行人生的路。主啊，互阮会当真正明白，伊就为主耶稣基督伫阮的身边为说阮，来帮助阮。阮阁爱求什么咧？阮阁需要来倚靠这个世界吗？阮阁需要来倚靠人吗？主，你就是阮随时的帮衬，随时的倚靠。主，我们来敲找你，阮的一生也要互上帝你来做成，你来使用阮，你来引带阮，互阮常常甲主你三角连接的时，主，阮的心都有快乐，阮的心都会得到为上帝你来这个恩膏、能力、智慧、聪明。主，你来调转阮的心，调转阮的心，互阮回到返到你的面前来敲找你，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的心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平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平好听你的声，我的目睛。我心所求，放了家己，互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盘，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的我无放下。一生，互你记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盘，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互你记。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盘，有你引带，我拢总会行。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互你记伫这。上帝，哈利路亚！主，感谢你，感谢你，求你用阮的一生，一个短短的时间，互你的旨意会当得食。当阮孝顺家己的日子的时，阮知影，这个日子实在是真短。因为阮有的人已经超过60岁啊，70岁、80岁。主，这个时间是你赏赐予阮的，
互阮会当把握伫这个地面上的时间，祝阮会当来做上帝你欢喜的工。你无论阮的年纪如何，上帝你要来使用阮每一个人，无论是宣教，无论是去探访。主啊，社区伫逐所在养护中心，上帝，你要使用阮每一个人，你无看阮的年纪，你是看阮的心。阮若愿意服侍上帝的心，你就要加添气力，加添心力、信心，互阮所做的工会当得主你的欢喜。主，愿感谢你，哈利路亚！阮一世人要来跟对你。请兄弟，咱为咱的这位起立，和这首的诗歌，和咱阁有较深的感动。最佳是阮所算家己的日子，互阮记了你悔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过昨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主爱充满我，互阮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阮对你，阮的心献上互你，愿一生要阮对你，听互你，互你听你，愿一生看透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灵面，愿你的阳光显明，求你教示我所算家己的日子，互阮记着你悔的心，因为你看千年亲像过昨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透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主爱充满我，互阮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阮对你，我的心要献互你，主你来使用阮每一个人，互上帝你的国得到荣耀。主，我一生要来跟对你，我要羡慕你，甲你徛起。愿主你来差遣阮，你来帮助阮。愿一生看透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灵面，愿你的阳光显明，愿一生，愿一生要阮对你。主，这是阮的宣告，阮的心献互你，愿一生要阮对你，羡慕你，甲你行你，愿一生看透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
愿你的阳光显明。天父上帝，愿你的奇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显明伫阮每一日的生活。赏赐互阮有属灵的目睭，看出上帝你的作为，帮助阮，互阮无亲像别人，干那独独为着利益向前奔走。就是利亚已经对伊开声讲话，伊还阁无感觉惊吓。上帝啊，赦免阮，阮的目睭青眉耳孔钝去，阮的嘴无法度讲恶劣的话。上帝，你是阮的天父，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互阮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互阮晓得，阮家己的年纪无济，互阮甲你同行。感谢主，你过去一路陪伴引带阮到伫如今，伫阮当中50岁、60岁、70岁、80岁，主啊，你会听，一路陪伴阮到伫如今，伫这个黄金的岁月，伫阮壮年、伫阮幼年的日子，主，你会听。毋捌离开，总是一路保守到如今。互阮伫耶和华的殿中述说见证上帝你的听头，互阮伫正人的面前，伫阮工作的场所，伫阮的家庭，如何赏赐阮对你所来的口才，对你所来的言语，通过上帝你听。伫阮心上的见证，互阮安慰、造就、劝勉阮的家庭、阮身边的人，互因甲阮、阮甲因会通同齐认捌上帝，同齐敬拜上帝，同情见证上帝的权能。愿阳光归予你，愿你的慈爱伫阮当中大大显明出来，互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拢诚侪福音的使者，见证上帝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搁再一开，咱用热烈的掌声，归阳光，互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三甲用使徒圣经同心来告别咱共同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读课文，我来课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课文第25篇。来啊！咱爱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咱的伴奏欢呼。咱要来感谢伊，用诗歌向伊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深处伫伊的手中，山的观风也属伊，海洋属伊，是伊做的。大地也是伊手做成的。来啊，咱爱屈身敬拜，伫做咱的耶和华面前跪落，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草场的羊，是伊手的民。
唯愿恁今仔日听伊的话。阿阿门。免。下面正道的时间，咱请廖牧师。咱请献归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伙来读《民数记》14章1节到24节。同心来读，请。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迄一暝百姓拢哀哭。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因讲：巴不得阮早死伫埃及地，也是死伫这个旷野。耶和华为什么甲阮带到迄个地，互阮倒伫倒下呢？阮的某囝甲囡仔要受掳了，那阮倒转去埃及，敢无好吗？众人彼此讲：咱不如立一个首领，转去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拍落伫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开探地人中，伦的囝约书亚甲亚夫尼的囝加勒拆破衫，对以色列全会众讲：阮所开探经过的地是极水的地。耶和华若喜悦咱，就要将咱带入去迄个地，甲地赏赐互咱。迄个地原是流奶甲蜜的地，但恁毋通背叛耶和华，也毋通惊迄地的居民。因为因是咱的食物，并且因比因的已经离开因，有耶和华甲咱同在，毋免惊因。但全会众讲，摕石头拍死因2个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伫会幕中向以色列会众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讲：这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啥时呢？我伫因中间行了这一切新日。因抑阁无信我，要到啥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因，互因无得承受迄个地，互恁的后裔成做大国，比因搁较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讲：埃及人要听见这个代志，因为你捌施展大能，将这个百姓对因中间带起来。埃及人要将这个代志传予迦南地徛起的民。迄个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伫这个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互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伫因顶悬，你日是伫云条中，夜间伫火条中，伫因面前行。如今你若甲这个百姓杀了，亲像杀一个人，遐会听见你名声的列邦要议论讲。耶和华因为无才调，甲这百姓带入去，因向起誓应允的地，所以伫旷野甲因杀了。即时求你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讲的话讲。耶和华无轻易受气，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甲过犯。万母伊有罪做无罪，要追讨伊的罪。对爸到囝直到3、4代，求你照你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亲像你对埃及到如今定定赦免因同款。耶和华讲：我照你的话赦免了因，总是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互我的荣耀充满。这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甲我伫埃及甲旷野所行的新日，犹原试探我这10摆，无听探我的话。因的确无你看见我因的祖宗所起誓应允的地，既若藐视我，一个嘛袂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伊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对我，我就甲伊带入去伊所去过的遐地，伊的后裔也要得地为业。阿免。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灵，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愿三位一体的主上帝，
因为阮的恳求，因为阮的敬拜，临在伫阮当中，亲自互阮得听你活命的话语，管教传讲人的喙齿，管教传讲的人的心灵，互传讲的甲听领受的，拢同齐受圣灵的引带甲祝福。愿圣灵亲自保守传讲人的言语，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互正亲爱兄弟姊妹伫主内面领受能力、活命、祝福，对上帝得引带、得荣耀。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诶时阵，咱会真容易通过咱所看到的来判断代志。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也是咧甲咱提醒安尼：人若敢若用着看到的代志来判断代志，就不止啊容易失去原本上帝所要赏赐予伊的恩典甲祝福。所以咱爱拍开咱属灵的目睭，咱真正会通来看上帝的作为甲伊的疼痛。把那个滑鼠放到那个上面，这样才有办法啦。好 ，OK， 谢谢。好，有 OK， 谢谢。来，这张图吼，你看到吼，拢是菊仔花对无？来，你对这张图内底吼，敢我都看到方糖，就是迄古早人咧泡咖啡的方糖四角，了后，佫有咖啡杯啊，佫有一支细支停丝啊，佫一个腰子盘，敢看有？看无吼？看无吼？看无连讲才搁看。来，这个吼，一个人伫遮钓鱼啊，然后呢，伫这当中吼，有4只鱼啊，要问出来荧幕，敢看有？嘛是看无。恁这真正有鱼啊啦，有人看出来无？中鸭对，遮对，搁遮对，搁遮好来，有4只鱼啊，搁来，这张图内底吼有4个字，这奇幻世界，敢看出来？嘛是看无。没有那个没有办法指引呢，那个没有办法指引。这种3D 立体图哦是没有办法指引的，你又只能安尼目睭安尼用要闪光去安尼看甲规个拢总乱去的时阵才看会出来。这就是，但是就是有的人看有，但是有的人讲，牧师我著看足久嘛是看无嘿。你讲要安怎看？我嘛毋知要甲你讲安怎看，你著。看这个3D 立体图啊，你的目睭啊，爱按哦，安尼闪光，安尼焦距哦，要透在那个图的后面。你甲你讲这安尼，你敢看？敢听有？有的人看有，有的人看无。好来，要紧，好来即摆下面哦，播一个影片哦，各位看。这个影片真有意思。来，上一张，来，把它连过去好吗？谢谢。它有超连结，好，谢谢。它自己会超连结啊，不行吗？如果不行的话，就直接去荧幕的前面那里，那个今天的讲道那个地方直接打开。好，来看一些声音好不好？来出几挂声，谢谢。从头。
那你注意看哦，看伊是对倒一边咧转势哈。哎，有没有声音？好，从头。看看这位旋转的芭蕾舞者，我们有问题要问你，但回答之前，请认真思考一下。他朝着什么方向旋转？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如果你跟朋友一起收看本节目，不妨询问他们相同的问题。有答案了吗？好吧，如果你猜顺时针，恭喜你，你答对了。如果你猜逆时针，很遗憾，你也答对了。那么，为什么两个答案都对呢？当你看着这位舞者，你双眼后面的特殊细胞正在努力侦测他的动作，不管是从右到左，还是从左到右。这个题目并没有提供大脑其他深度线索，例如影子、透视线或人脸。大脑只好从手边有限的资讯判定这位舞者的旋转方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双纹影像。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说到双纹影像，我们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诠释。这位旋转芭蕾舞者的有趣之处，就是有人看到他顺时针转，也有人看到他逆时针转，简直是模棱两可。所以，如果你的大脑认为抬起的那只脚就是舞者的右脚，那它就是逆时针旋转；但如果你的大脑认为舞者抬起的是左脚，那它就是顺时针旋转。事实上，我们大脑天生就有能力搜寻视觉线索。当你比较这两位并列的舞者，两位舞者都朝同一方向旋转，即使只有一位舞者加上脸和阴影这些线索，他们都朝同一方向旋转吗？现在呢？他们一起换了旋转方向？真正厉害的是，当我们拿掉这些视觉线索，我们的大脑依然保存上次视觉线索，认为两位舞者朝着那个方向旋转，即使左边的剪影完全没有变过。逆时针、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我的大脑虚脱了。好，谢谢。你个讲你看到拢是真的吗？它这个东西双纹影像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啥呢？就是因为伊无深度，伊敢对平面的时阵咱的大脑会受影响，所以伊无法度判断深度。所以，伊就会感觉讲，我过去的经验是啥？咱人生的经验，若是无到遐的时阵，咱就真容易伫有限的经验内底来判断代志。佫较恐怖的是啥？伫咱人生经验无够的时阵，咱会用安尼去判断上帝会对甲毋对，掠咱做标准去判断上帝。这足恐怖的。咱结果比上帝佫较大。咱会无爱相信上帝所讲的，咱会相信咱经验所有的。但是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咱是经验的人。这当中就会有真大会无共款，咱的人生就会变做差真济，佮差真远。今仔日咱们对这段经文内底，同齐来思考三个题目：第一，就是你生活内底是凭信心，还是凭着目睭所看到？第二，当摩西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敢是摩西带，还是上帝带？如果是上帝带，那么摩西伫其中的角色到底是啥物货？一个人对上帝的认捌，会影响伊对人的疼惜，还是扣信？第三，伫咱生活内底，上帝既然是公义的，伊也是慈爱的。那呢，伫咱当中，咱要怎样对这两项内底？处得平衡，并且甲上帝三角同行。首先，咱看见的是，人真容易用着目睭看到来做生活的反应。迄个时阵，全会众大声宣扬、效法，伫个所在哀哭。以色列众人按着摩西来发怨言。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伫有限的经验内底，因先伫个所在摩西、亚伦发怨言，因为因伫
迄个时阵是做头的，就亲像顶礼拜的时阵，稍微传道甲咱分享的。咱真侪时阵，因为一寡代志做了袂顺遂，但是咱啦，找无人通好提示，找无人通好，咱家己无爱承担迄个责任，咱着安怎？伫迄个所在，甲责任拢撒互别人。啊，拢是阮爸，拢是阮家庭无好啦，啊，拢是牧师啦，拢是阮小组长啦，啊，拢老师啦，哦，咱拢会甲全部责任撒互别人。那拄好摩西甲亚伦，因伫即款情景下面，因迄阵啊，互上帝竞选，所以当因带以色列人出来，上帝甲因讲：恁做头，但是我安怎做你的上帝？伫迄个所在，百姓伫当中，就将着全部责任拢来撒互伊。因是安怎伫即个所在三角撒责任？因伫咧埋怨啥物货？迄个时阵，12个人同齐做伙入去到伫迦南地。伫迄个所在，上帝甲因讲，迄是老年甲迄个所在。恁伫埃及受苦，但是今仔日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行，我就要带恁脱离埃及人对恁的苦楚，生活的苦楚会无去。了后，恁继续拍拼，恁所拍拼的，就会成做恁的产业，并且恁所拍拼的会当祝福恁的子儿孙。伫即当中，上帝甲因讲遮尔济的恩典、疼痛的祝福，了后因就同齐做伙入去到伫迦南地，因看了真济非常的水，并且因伫迄个所在将啥葡萄，甲两个人扛一罐葡萄转来，了后看到迄个所在果然是真正像上帝所讲的，但是因用目睭所看到的有几项代志，因伫迄个所在控告上帝，因讲。控告上帝6大罪状，远早不了，早死伫埃及地，啊若无就死伫咧旷野。耶和华上帝甲阮带入去迦南地，要互阮倒伫倒下，阮的某囝甲囡仔拢安怎，一定会互掠去。阮倒转来埃及，安尼毋是更较赞？众人讲啊无，咱即马就来做。你看，这是对着上帝的一个背景。所以，因伫咧所在，其实这代志敢有发生啊？所讲的即六大的代志，敢有发生啊？拢也未发生哦。全部拢总是啥？拢总是想出来，敢若凭着目睭看到的，互人袂记即过去上帝的作为，伊凭空捏造出来，将着咱所有的代志，拢总甲伊往上界歹的迄方面去甲伊想。玻璃杯仔内底。若是有一半的水，咱会讲啊，哪会敢若剩半杯？但是另外一个想法是讲，哦，抑阁有半杯，是剩半杯，也是抑阁有半杯。这就对咱来讲会有真大的无共款的想法。亲爱兄弟姊妹，因伫这当中所，咱伫活命内底所做有拄着的代志，到底是啥物货？到底是啥物货？我谈拄则咱伫会前祈祷的时阵，我有甲各位报告过。我就是伫即礼拜来的时阵，我有一个心中内底有一个真大的感动。敢讲对新冠肺炎了后，咱教会就无搁再宣教啊。中国大陆袂当去。台湾也可以当做啊！咱敢是想讲安尼就已经咱有咧做啊？毋是，教会无应该成做一个敢若一日间咧聚会的教会。教会若成做一日间拢咧聚会的教会，这毋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只是敢若健康一半的教会。这叫做啥？这叫做中风的教会。就是这边会叮当，这边安怎拖咧安尼，拖咧安尼。教会内底有两种，一种就是爱同齐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经验上帝的疼痛、见证、分享、讨论上帝伫咱当中的作为。但是教会伫这一方面受造就了后，爱做啥？同齐出去。所以主耶稣讲啥？所以恁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既然信来受洗，将我所教示恁的。拢反复因来遵守。亲爱兄弟姊妹，
咱所以爱同齐起来，咱毋好伫迄个所在讲哦，啊，牧师我已经老啦，我都有咧聚会，啊，我都有咧奉献，安尼就好啊。咱愈安尼想吼，咱就会愈消沉，咱就会愈无力。因为安怎，咱一直咧想咱歹诶，但是上帝要加添，互咱亲像老鹰展翅飞悬，伫伊诶旨意内底解三甲同工。我定定咧想一样代志，摩西活到120岁。了，圣经讲啥？圣经讲伊的目睭无安怎，无盲目啦，伊的骹个溃裂啦。我定定想讲，上帝啊，我若会当安尼哦，活咧健康哦，希望哦，我若活到120岁，我嘛希望是安尼啊哦，大个人拢，伊一讲我安尼讲的时候讲，无数大个人嘛拢安尼希望。好，啊，咱若要安尼希望，咱就爱亲像摩西安尼来做工。所以毋好互迄个无好的意念入到咱的内面，毋好一个身体有各样的时阵，然后就讲，哦，牧师你替我祈祷啦，我用要死啊！哦哟喂，还袂死咧啦！哦，毋好动就安尼上界歹的方面去思考。了迄时阵面对这代志，摩西甲亚伦因拍伫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了，来去勘察迄个地百姓当中有论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迦勒，因着踢破因的衫。以色列人因伫当中，因无凊彩跪落拍落。即款的跪毋是安尼跪哦，即款的跪是安尼跪的人咧拍伫涂骹迄款的跪。即款的拍败以色列人，敢若家跪互一个，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上帝。所以面对着这样人的时阵，约书亚甲迦勒，因这两个人三甲做伙做一个代志。虽然12个人去看的地拢总共款，但是这10个人当中，因看迄个所在是啥物所在？是死地，是要互咱入去，伫迄个所在互杀死的。上帝要灭咱的，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用到有限的经验，因为遐个人高强搁大汉，因伫迄个所在受。因感觉讲安尼，咱入去只不过是亲像草莓，连去互人打死。但是伫这当中，这两个人因伫迄个所在讲，咱应该认真。因伫这个所在对以色列会众讲，阮有去看过迄个地，阮去看迄个地是啥？极水的地，是啥物地？是耶和华要带咱入去应允之地，是啥物地？是流年甲蜜的地。所以，因用着信心的目睭看到迄个地，同款迄块土地，同款遐人，同款是高强佮大汉的百姓。但是，因伫迄个所在所看到的，甲进前迄10个人所看到的，完全无同款。进前迄10个人所看到的是啥？迄是一个要互我死去的所在。但是，这两个人所看到的是啥？迄是应允的地，是上水的地，是流年甲蜜的所在，是上帝要赏赐予咱的土地。所以你有看到无同款，眼光无同款，你所判断的就会无同款。今仔日是安怎互咱看迄个图？今仔日是安怎人拜托咱来看遐物件，看迄个影像，就是要甲咱讲，咱的眼光、咱的经验是真有限的。但是咱伫当中，若敢若互咱的经验拔掉了的时阵，这个信用对咱来讲就无路用啊。因为咱悠远咧过咱的生活，但是上帝对咱的活命变做是无路用的上帝。这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叛。望伊真做咱的提醒，真做咱的境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一个代志。约书亚迦勒因讲一个代志，耶和华若喜悦咱，这字足重要。这句话意思是啥物话？当你面对东方的日头的时阵，你的正面就是南平面。我阁讲一解，你若面东方的日头，日头出来迄个所在，你望到伊，安尼你的正手边，就绝对是南平面。这毋是咧讲
假如哦，这个若不是假如，卡苏哦，不是。这个若的意思就是讲，你若面对着东方太阳升起来的地方，你的右手边绝对是南边。这个若的意思，这个卡苏的意思是啥？是咧讲一个真正的代志。卡苏，你若是面对日头出来的所在，那么你的正手边绝对是南边。你听有这句话的意思无？不是讲假如哦，不是，是这个代志已经有一个参考点伫遐，所以迄个代志一定会成就。安尼伊伫这个所在讲的是啥？重点不是上帝，是咱。咱若是有信心，上帝就一定带咱入去。即马就是咱做啥物决定？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的话语放伫遐，伊甲咱讲这是极水的所在，伊甲咱讲迄是咱的产业，伊甲咱讲面对人生的苦难，你莫惊吓。伊讲我甲你同在，面对死亡你嘛毋通惊吓，因为我耶和华是带你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到我荣耀的国的所在，你毋通想到代志的时阵哦，就真烦恼。阮爸爸中风的时阵，哦，我迄个时阵哦，一直甲伊想讲哦，伊一定会好，一定会好。结果无好，过1年2年无好，我嘛搁甲伊想讲好，安尼搁较来，搁较来的时阵哦，就甲伊顾转来。阮遮顾，结果时阵哦，真正顾袂去，所以呢，买手的时，阮就找一间疗养院，就伫咱这个南区这个所在中华路遐，一间哦，这个锡安疗养院，阮伫迄个所在顾。迄时阵哦，逐月日拢爱摕加在阮有3个兄弟啊，所以你加生几个囝是较好的哈。万不离若安怎的时阵，3个兄弟啊，通去分配，你知无？哦，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就安尼过，安尼过。哦，迄个时阵想讲哦，安尼。会较艰苦过，哦，就安尼过，安尼过。但是呢，想讲哦，我嘛是想讲，感谢主，阮阁有3兄弟啊，感谢主，阮囝阁有教养，感谢主。你若愈想讲哦，即声惨啊，阮爸毋知要拖偌久，毋知安尼哦到我趁的拢甲人提互伊开就好。你甲人安尼想哦，你看即世人拢乌有。你毋好想遐，你要想讲。上帝恩典教育咱用，所以阿爹9年外，但是妈妈搁话甲爱减肥安尼听有无？你莫定定想讲哦，这个代志一定愈来愈歹呢。你愈安尼想，你的人生会足袂快乐的。你若干日伫咧想讲啊，惨啊，阮这阿爹哦，安尼逐工甲阮开遮，逐个月甲阮开遮济。想想的吼，若讲哦，阮阿爹会好起来，毋着准拄好去。问题敢有好起来？嘛是无啊。但是咱爱想是啥？上帝恩典是教育咱用的。所以咱毋好互环境甲咱拍倒去，爱相信上帝要引带咱。所以对安尼的时阵，我对人就会较体贴，知影哦，真正伫即款情境内底，难免会有真侪看心，有真侪烦恼。总是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因用信心的目睭讲啥？你毋免惊，毋免惊，你就是毋免惊。重点是啥？咱若甲上帝同行，上帝是做新事的代志，上帝伫迄个所在行。所以伊佫讲啥？另外一项代志，第一个毋免惊，第二啥？应庇因的已经离开因啊。啥物人是应庇因的？毋是遐偶像神明。应庇因的是啥？是过去上帝伫因的身上跟同在，但是迦南人伫上帝祝福的日子内底安怎做歹去啊？真正互人会当富足的，毋是偶像神明，毋是等因做歹啊。古早人讲啥？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啊，毋是啥毋报时候未到啊。真正的管教。真正的审判是对上帝所来，上帝已经啥判断因的日子到这尔，因爱为了因的罪恶付出代价，所以应庇因的已经离开了后啥话？有耶和华上帝甲咱同在，这两个是非常大的对比。上帝已经甲因放伫
判断当中啊，今仔日上帝甲咱三个同在。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内底，是毋是真侪时阵，因为咱目睭所看，咱就伫迄个所在，用咱有限的经验去判断上帝，甚至咱离开上帝，咱继续倒转来用咱的方法来做代志。那呢，咱就真容易落入伫咱活命内底的欠缺。特勒加汉纳厄兰伫探讨极权的社会本质的时阵，提出一样物件，或者平庸之恶。什么叫做平庸之恶呢？伊发现会造成希特勒这款的独裁者，或者是造成一个人有法度家己为非三做。一间公司用吞食别人来成就家己的利益的，伊发现这款的人会成就这个代志，通常毋是这个人有够歹、有够凶恶，也真有可能是啥？一群无思想、无个性，敢若会听叹话语来顺叹，伫体制内底听候安怎？当一个会当升官的人，上帝毋是咱爱听叹无路用的命令。上帝无望咱敢若过一个平凡的日子。上帝就是互你伫极爽享的时阵，原来当互你的活命显出极大的关联。真侪时阵，咱的人生内底拄到一款情景是啥？就是咱感觉讲哦，人逐个人都拢总安尼。这款逐个人都拢总安尼是会互咱对上帝失去信心。咱毋好真做一个贪人的，咱是爱真做一个安怎顺叹上帝，毋是顺叹人的。这个人因是安怎有法度成就希特勒迄款伊的活命，伊的极权，伊甚至到一时的当中有法度杀死600万的犹太人。这个经验是安尼，即使我若是一个我是一个上班的人，我的一个责任，就是有一间毒气室。那么呢，人若入去，我就是甲伊尽迄个雅数，甲伊尽开。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应该爱做的。安尼怎样啊？所以我就照顶悬所讲的，我安尼做的时阵，我后工薪水就会升较悬。了进前这个人，伊的头前这个人就是讲，我是一个心渣，这是犹太人，还是毋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若是我的责任，就是甲犹太人甲德国人分开。德国的人伊就毋免入去毒气室，若犹太人。我就叫伊入去毒气室，这就是我的工课。我照政府甲我规定的，我就安尼做。所以我的工课就是安尼。好，我有做毋对去无？无哦，政府是安尼规定我哦，我就安尼做。甲犹太人甲德国人分开出来。好，安尼犹太人走来遮，好，我就甲伊杀入去。杀入去呢，我政府甲我讲的，若有犹太人，若有人入来。我做的代志就是啥？开关，把雅数送入去，安尼我后界薪水就会升。这就是啥？这就叫做平庸之恶。伊无去思想讲伊是安怎安尼做。即使这个外交官，还是这个判断的人，伊伫咧所在会晓想是安怎？我爱甲犹太人灭掉。犹太人有做啥物代志？伊是一个好人，伊也无偷窃，也无杀人放火。伊对阮德国嘛有真有贡献。我是安怎爱甲伊杀入去毒气室？即使我若是安尼想，安尼我就袂落入去平庸的恶。好，安尼我就有可能甲犹太人救出来。但是即马这个人送入来的时阵，这个人伊若会晓想，我是安怎甲这个毒气拍开？
头死遮济、毒死遮济犹太人，我安尼感觉，伊若会晓想，伊若有良心的想法，安尼遮犹太人敢会死啊济？亲爱兄弟姊妹，我要讲的一样代志，就是咱爱想，毋是世间人安怎做，或者是我徛伫一个位置的顶面，总会叫我安怎做。比如设施有一天总会的时阵讲，后届的时阵吼，所有的代志吼，拢牧师讲了就准算啊。我听起来介爽呢。但是咧，设施若是牧师为非三做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非常注意这样代志。咱的画面有落入去平庸的恶也无，无想啦，无思考。所以，咱是要伫这当中做一个平凡的人，或者是咱会伫迄个所在用上帝的话来救拔这个世代。咱通看见，咱并毋是好人敌人的强大。咱是相信上帝比敌人更较强大。迦南人因遐尼悬、遐尼大，但是咱的上帝比因更较大。问题困难遐尼大，但是上帝恩典比伊更较大。所以毋好一直互咱着软弱的所在，一直伫咧想。信仰信念毋是咧讲多数，乃是咧谈论什么人是通信的？你所信的是什么人？是倒一位？你咧信什么话？并且伊所带出来结果是啥？规本圣经咱若斟酌甲看，咱拢会看到上帝咧行奇妙的代志。通过咱有限的经验，因为咱的信心放伫上帝的心上，上帝成就一切。伫咱生活当中，咱感觉上无可能的代志，用信心来学乐，用信心来宣告，用信心向前来迈进，咱就会通经历上帝的作为。咱通看见，迄个时阵，当因安尼，伫遐发怨言，当加勒伫个所在，甲约书亚出来，伫遐来甲因讲，咱就爱顺探耶和华。但是迄时阵安怎？全会众要摕石头甲因两个人钉死。有时你会看到尊敬上帝的话，无一定咱感觉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上帝会出手，上帝的心愿，上帝无伫咱这个时阵来出手，上帝将其落尾，也会伫上落尾的日子，行你一个公道。耶稣基督是上界尊敬上帝唯一的人。上帝有伫落尾手的时阵出手解救无？互伊无去伫十字架顶无？无呢，伊犹原安怎去伫十字架顶？但是圣经内底做一个真奇妙的代志，这嘛是一个信心的超越，就是伫迄当中，伊安尼过耶稣基督照上帝旨意，照天父旨意来。去伫十字架顶，但是上帝成就了公义的救恩。对安尼，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上帝予伊一个上界大的判断，伊是一个无罪的。伊对死搁活了，安怎上天来证明伊是属上帝所欢喜的，并且伊活地直到。永永远远拢无去死。上帝的判断伫上落尾手的时阵显明出来。耶和华对摩西讲：“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款时阵？我伫因当中行了所有的神迹，因无信我要到什么时阵？即时我要用瘟疫来击打因，互因无法度承受迄个土地。了，上帝甲伊讲：摩西，我经你，互你的后裔成做大国，比遮。”陪迄个百姓，比遮陪迄个百姓，抑搁较强盛。哦，上帝若有一天对你安尼讲咧，哦，上帝啊，感谢吼，有够赞的。但是摩西毋是安尼，无伫别人的错误中来贪图利益，无牺牲别人对其中来取到你要爱的利。
这个人才有法度成做正人的尊敬。摩西伊若伫迄个时阵，伊讲好啊，上帝安尼好哦，安尼，伊就是甲这个世界的人共款。但是，这个真正属上帝的人，伊面对这款的试探引诱，或者是讲上帝甲伊讲啊，无我安尼互你。但是摩西伊的心中毋是安尼想，摩西心中伊是上帝甲伊吩咐讲。你甲因当做你的囝，安尼养饲。摩西真正甲这囡仔当做伊家己的囝，安尼甲养饲。顾正伊，养伤伊，陪伴因，一届搁一届。就是伫人看起来感觉非常水、非常好的代志，但是摩西深深知影上帝的心意。上帝非常疼惜一群的人，总是上帝伫一时当中看到因，上帝是我哪有脾气的？但是圣灵伫这个时阵来到伫摩西的心中，照着三位一体同荣、同权、同尊、同性这款的心情。圣灵体贴上帝的心意，了来吹动摩西的心。摩西伫这个时阵，照着圣灵的意思来祈祷上帝。伊甲上帝讲：“耶和华上帝啊，埃及人若听见这个代志咧，因为你捌施展大能，将百姓对其中带出来，上帝。”这代志若是埃及人听到了，佮传去迦南人迄个所在。过去你伫埃及所行的这新日，迦南人拢已经知影，并且你带以色列人出来，用分条火条来帮衬因，热看因伫热热的日头下面。暗暝的时阵会寒无地看，上帝你用火条亲自来照明因的路。这代志埃及人知影。也已经传到迦南人遐去啊！上帝，你过去的慈爱这么大，伫这200万人的身上所行的，但是你今仔日当然你有一个能力，就是甲因全部拢杀死。这亲像一个人啊，安怎瑞死一只狗也同款。上帝，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你敢真正爱安尼做？主啊，你若安尼做？上帝透过圣灵伫摩西内面的祈祷，我若安尼做，迦南人一定会讲我无能力甲因带入去，我的名就一定安怎遭受羞辱。总是你斟酌来看，17节讲啥？主啊，求你这时阵大显能力。这句话是不止啊，真重要。这句话大显能力，你知影咱人安怎？咱人若咧受气吼，受气到一个程度，会摔倒啊、摔椅啊安怎，甚至安怎，甲电视讲互歹，有无？你看到人咧受气啊，烈怒到一个程度的时阵，甚至会咒惨家己的后生查某囝。但是这个时阵，圣灵吹入摩西的心，摩西原本毋知要怎样祈祷。圣经讲啥？咱原本毋知影要安怎祈祷，但是圣灵用讲袂出的吐气为咱祈祷。所以摩西这个时阵的祈祷是圣灵伫伊的画面内底祈祷，伊深深知影天父上帝的心意，所以伊伫个所在照圣灵的心意来祈祷。伊伫个所在将上帝的属性讲出来，你无仅仅受求丰盛的慈爱。的确嘛，无掠有罪做无罪，伊会追讨因的罪，对爸到囝直到3、4代，总是求你照你的大慈爱。上帝讲我是大有慈爱的，我会赦免这百姓，亲像你对埃及带因出来，到如今一直咧赦免因同款。亲爱兄弟姊妹，我古早的时阵有一个经验，我抑个细汉。了吼，阮伫当中有一届吼，阮的牧师啊，就甲阮讲一个代志。阮迄阵啊住伫高雄，
爱着吼，伫迄个所在就咧讲哦，阮牧师就讲哦，啊无阮带你来西仔湾佚佗，哦，甲阮少年团契讲哦，阮带你来西仔湾佚佗。了，阮少年团契哦，20几个人，就开始有人讲啊，啊无爱来去西仔湾，迄西仔湾定定咧去，哦，啊牧师就点点，啊了另外一个人讲，啊牧师点点，啊了的时阵，牧师讲啊无恁要去倒位？我开始就讲，我要来大拿埔啦。啊了，迄个人就讲，哎，大拿埔，等我对伊落赢回打才转来尔。无去大拿埔，啊，着个另外一个讲，啊无咱去做赢迄啥物所在啊，啊着换一个人讲，啊无去倒位，啊无来去迄啥物连地潭，啊无着啥物讲讲一大堆。啊了，讲甲安怎样呢？讲甲讲，你敢要去啊？你敢要去啊？所以变做20几个人意见拢无相像。尾啊，阮牧师讲一句话，啊无安尼啦，咱拢莫去啊。你知无？就像这，这就像这。好，阮就讲好，无咱来。牧师讲无爱啊，无爱去啊啦。恁家己都咧超袂好啊，到要去倒？无爱去啊。阮迄届转真正无去呢，吼，印象真深，记到当60岁还佫记掉的。知无？咱若是对上帝安尼的时阵，咱就是安尼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要紧紧受去，但是过一阵仔的时阵吼，阮牧师佮带阮，尾仔佮带阮去丁清湖佚佗。我要甲各位讲一下咧，摩西知影上帝的心意，伊照圣灵伫伊内心的感动，宣告上帝的属性，因带因，照顾因。所以呢，耶和华讲好，安尼我照你的话安怎赦免因。总是呢，虽然因这人看到我的阳光。但是安怎犹原试探我10摆，无听探我的话。你也看，才出来埃及无偌久呢，已经有10个新者呢。安尼拢总几摆？拢总20摆。10摆伫埃及内底行新者，10摆伫旷野内底行新者。因甲上帝发怨言，因甲上帝出问题。圣经讲因试探我，上帝讲因试探我，所以安怎？因为因的唔相信。无愿意相信，伊有看到我的阳光哦，但是安怎犹原唔信我？伫埃及甲旷野所行信呀，因犹原唔信我，所以安怎？因就安怎？的确无法度来看到我要因，互因的应允之地。那么呢，圣经内底伫这所在讲到这10届内底，我有甲伊整理出来的时阵，你甲伊看。总是这10届内底哦，真有意思。你家斟酌看，10届试探上帝，包括6届为着水甲食物，我就愈来愈了解。民以食为天呐，哦，咱定定安怎食袂饱啦，哦，咱就定定为着要食安怎埋怨上帝。我有诶时阵哦，想一个代志，我讲我若亲像吼以色列百姓共款哦，你讲我敢会埋怨上帝？来，我问你一个代志啊！你逐工拢食玛纳，玛纳吼就是一个饼，细细粒的饼，了后盖成顶头哦，安尼捂一个汤霜，还是加一个蜜，安尼尔。好来，你逐工拢食这哦，你逐工拢食这，你逐日拢食这，啊3不5时啊，杀一只牛吼，啊饲啊是迄啥物羊啊，安尼杀一只，啊佫毋敢杀。咱古早的时阵啊，我是算较好命。迄若超过60岁、70岁以上的吼，恁古早的时阵啊，要逐工拢啥？食饭、食番薯签，吼，啊了后时阵有时啊，若食较好的，或者饭甲番薯签做伙煮，了后怎？番薯签拣出来，互鸡食，干那要食遐饭有无？啊，逐工拢食这，逐工拢食这，啊了后，哦，过年到啊吼，有够欢喜的吼。伫要有鸡肉通好食，无鸡肉通好食，吼，结果呢，鸡脚嘛好，吼，鸡头嘛好，吼，拢种欢喜的。啊，即马咧，咱迄阵啊，所以我定咧想讲，我若是以色列百姓哦，逐工我若拢伫旷野，干那食玛纳，哦，我甲你讲，我真正我可能会埋怨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吼活甲安尼啊，你毋好干那学牧师吼，干那要食啥龙虾切角鲍鱼串签乌鱼子加切，你毋好干那学牧师要食这哈。咱有食圣经甲咱讲啥？有通好食，有衫通好穿，咱就已经是真富足的人。
林刚牧师才甲你讲，咱偌富足。你敢知咱台湾人吼，伫全世界排名吼是第17名好野的呢？17名好野的，你敢知影意思？全世界有127个国家吼，对哦，198个国家哦，遮济哦，歹势，我信毋对。啊了后呢，你排伫第17名，你知影你是第1/10迄当中的无？你敢知影你偌好野？好野敢会惊死人哦！亲爱兄弟姊妹，我真正无甲你骗，你真正非常的好野。特别哦，你若捌坐过飞机的吼，我甲你讲一个代志，你活了比乾隆皇帝还佫较皇帝。我甲你讲即句话，你想看有影无？你若捌食过巴菲的吼，安尼你着比乾隆皇帝活了佫较皇帝。我真正，我讲这话，你斟酌想看有影无？所以，咱伫这当中要安怎样啊信探上帝的话？这10摆内底，6摆为着水甲食物，2摆为着无顺探上帝。上界严重的是这2项代志。摩西去伫山顶，因着拜金牛仔囝，了安怎？当因这2项代志是安怎上严重？这2项代志拢是啥？拢是无信上帝，已经安怎背叛上帝啊！上帝无伫咱当中啊啦，但是上帝敢无伫咱当中？求主帮助咱。试探是考验正直，毋是讲引诱尔，是要甲咱带离开上帝的道路。丰盛的慈爱，摩西祈祷讲：上帝，你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或者黑色的，这句话是伫希伯来文当中描写上帝上界祭拜的一个名词。黑色的，上帝有永远坚固的疼痛。但是咱报答上帝，定定是啥？好过的时阵，就对了，啊无就歪翘上帝的疼痛。啊，若是犯罪的时阵，犯好业到一个程度，就安怎开始无爱和上帝三角同行。这拢是咱伫当中应该斟酌的。买手的时阵，上帝讲啥？既然藐视我的，无一个会当得看见我的救恩。藐视这个字啊，看其实有真济的翻译。藐视、轻视放杀、侮慢、看袂起一骹就甲伊踢走这不路用啊！你知影人对上帝到这个地步？那咱对上帝到这个地步的时阵，就亲像啥？就亲像遐古早咧添大家乐的时阵，有无？遐人去拜遐神明，拜的时阵安怎？讲久的时阵，转来就安怎？甲神明的头怎甲伊切掉？无就甲神明破开。咱若对上帝是这个态度，甲遐签大家乐签无着的人对待因的神明。有啥物差别？同款嘛。但咱的上帝是对咱怀有平安意念的上帝。咱要怎样来甲这位上帝三角同行？咱的斟酌是谁需要谁？是上帝需要咱，还是咱需要上帝？这个代志爱考虑互伊清楚。上帝对摩西讲：“独独我的仆人加勒。”有一个心志专一军队我甲伊带入去，伊会得到迄个产业，了后伊的后裔也会得到迄个产业，伊的后裔会伫伊的后代会伫这块土地久长徛起。专心军队这个字，伫民数记、申命记、甲约书亚记讲到加勒这个代。拢共讲了7摆，你看上帝偌看重这个代志，亲爱兄弟姊妹，选择军队世界有一日会甲咱放袂记，但是咱若专心军队，上帝听谈伊的话，上帝一定会纪念你，亲像纪念加勒，亲像纪念约书亚同款。上帝对咱毋是迷信。上帝伫伊的历史轨迹内底，
伊亲自显明伊是啥。上帝邀请以色列人相信伊，毋是甲伊讲，我甲你讲，我就是上帝，我就是老大的，所以你就信我。毋是，上帝用伫埃及10个新约，上帝用到伊对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讲的约，上帝用到旷野内底的这新约奇妙的事，上帝甲伊讲，我已经互你有充分的证据，你会当挖靠我，你莫家己担当你人生的苦楚。我是你的上帝，我救你，要互你入到我的安息。上帝是伫充分的证据的下面来显明伊的作为，来邀请你相信伊，对伊进入伊的安息，进入伊的阳光，亲像摩西同款，会当到一个地步，体贴上帝的心意，成做一个守望大道、为人的活命、灵魂、努力的先知祭司。咱若听叹上帝的话，上帝就会伫当中，亲像阻碍信息的父母，成做你一生永远的依靠，成做你强盛的源头。来，信叹上帝的话，互你的活命对今仔日开始，有一个更加大的愿望、能力的同在，活命强盛的开始。三角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愿感谢你，伫历史当中显明你的作为，就是你的宽容、你的等待、你的疼痛。现在圣灵啊，恳求入到阮的灵内面，互阮会通甲你同工，亲像摩西甲你同工，宣讲上帝你的公义，宣讲上帝你的慈爱，互阮会通真正拔头离开阮家己的自高、骄傲、背逆、毋信，互阮进入甲你同行，甲你同得荣耀，亲像摩西体贴你的心意，为众人祈祷，成做众人的祝福，服侍众人，甲摩西同款，得上帝你的纪念，就是到阮年老的时阵，犹原勇行来服侍众人，服侍上帝，见证上帝。唯愿阮伫你的面前，有一款信息军队你的心，通互阮对你领受信息永远的慈爱甲同在。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伫咱当中今仔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来，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我靠主，咱着强盛。甲主同行，同得荣耀。甲伊讲，好，感谢主，信叹上帝话语，咱就一定会亲像摩西同款，活伫伊的面前，成做众人的祝福。咱这是三甲做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三甲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求你把是阮所算家己的日子，予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伫你看清你亲像过昨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脚。
只有落搁较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叫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愿，互愿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跟对你，愿的心献上乎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因无你，甲你徛起，愿一生看甲。只有落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叫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显明。全能的父上帝，感谢所赏赐阮一切丰盛。主，我要成做一个感恩的人，伫顺境内底来学乐，伫逆境当中犹原要吟诗向前。因为你是阮的上帝，是阮的帮助，是阮的力量，一定也要成做阮的诗歌。所以，阮用敬虔甲感恩的心，将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奉献伫主你的面前。亲爱的父上帝，恳求圣化这所有一切金钱，诚侪教会逐样事工，无论是建堂、设堂，或者是宣教，或者是人事逐样的费用，互伊伫每一分的这奉献的金钱，拢伫上帝你的圣化内底得到上界水、上界好的路用。愿阳光来归乎你，愿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领受恩典、祝福、听通。愿上帝你亲自因着你的听，搁再一届激励阮的心，听谈你的话语，殷勤读你的话语，直到你的话语刻明伫阮的心中，引带阮人生的道路，互阮伫顺探上帝你的话语内面，看见阳光，经历阳光，诚做上帝你欢喜的阳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聚会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